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國業，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對於呢個加強版招標妥，你有啲乜嘢即係期望或者細節上面都有留意到嘅咧？我諗暫時政府我留意到局長提出嘅咧，都係啲方向性嘅嘅表示啦，咁樣。但係我當然期望啦，希望呢個第新版或者加強版招標妥就可以解決而家嘅問題係第一啦，我諗就係標書範本啦，其他啲細節啦，當然要改進啦。第二就係喺個執行上邊，市建局參與嘅力度或者角色會唔會加深，或者係即係我哋當然係進取嘅，我哋都提出個建議書啦。我哋希望嚟緊有一個機構啦，無論係市建局或者任何機構都希望可以係一個更進取，就係代業主去做一啲嘅實質決定。因為佢以一個獨立身份，亦都係一個專業有專業性嘅身份咧，就去做建議。呢個建議就除咗你評估或者係俾建議裏邊嗰啲標書嘅內容啊、細則啊，甚至乎啲人回標嘅嗰啲嘅結果之後，其實最重要就係佢覺得綜合完之後，邊一個係最適合，同埋亦都從一個誠信嘅角度，同埋以往業績同埋能力嘅角度，邊個最合理啊？除咗佢有能力，你仲要佢呢個標書係合理，而先至導致佢真係有能力有效執行。咁我呢個位置，我覺得需要佢直接俾一建議咯。就最好，因為業主背後係咩咧？業主本身係難以統一做一個好絕對統一嘅決定，大家唔係所有業主都完全理解，所以好多時喺決定都好被人影響，甚至乎建基於就係我睇下背後有啲咩嘅説法啦。咁其實難咯。如果主動啲、直接啲最好。咁有都話，譬如研究由市建局由驗樓開始做一啲評審啦，又或者都會同時負責埋招標啊、評標啊、甄選嘅工作，再向法團提供一啲建議啦。咁係咪就已經係即係你心目中做嗰樣嘢咧？又我心目中一個大框架喺度。其實我哋建議就係，但係最重要就係直接話你建議埋係招聘某一位啦。就如果你話喺呢個階段佢已經建議一個嘅，俾業主去同意唔同意咧？我諗呢個共識容易凝聚啦。業主嘅投票都容易啦。咁如果你再有幾個俾佢揀咧，就麻煩啦，大家就唔知點揀啦。當然啦，前設就係佢篩選或者佢揀選出嚟嘅顧問公司，從一個可靠名單裏邊篩選出嚟。呢個最重要嘅。咁我期望呢個名單係實質可靠，同埋有背景審查好強審查能力嘅嘅名單。嗰個可靠名單即係你講個預審名單嘛，係嘛？係啦，冇錯啦。而家就即係話加強版招標妥啦，就唔係淨係由承建商自己去申報啦，都由唔同嘅部門，包括勞工處啊、廉署啊、警方等等咧，係會主動提供一啲譬如有定罪或者檢控嘅記錄啦，或者警告信等等呢啲資料。咁其中一個嘅考慮就係話究竟點樣去劃界咧？就算有呢啲定罪或者係檢控嘅時候，係咪全部都擺晒落去咧？咁定係一啲可能叫做地盤一啲一般嘅違規嘅檢控？就未必係即係需要放入去啊等等咧，咁即係都而家發展局都話要仔細研究嗰個劃界究竟係點啊，就話驚個門檻過高，導致喺名單上面嘅承建商太少。點睇呢個講法咧？又或者當中嗰個劃界你點考慮咧？覺得我同意嘅，因為其實我哋最緊要考慮就係個誠信，以往佢同埋最後嘅質量。質量就實質做完嘅工程質量，中間過程會唔會出現有啲好不良嘅手法，佢去提高嗰啲嘅價錢，甚至乎改動一啲嘅做法，從而即係因為以前係誤導緊業主而去後期一啲改動，咁從中得嘅呢個，我覺得最核心，同埋最後嘅工程嗰個質素係咪好啊？嗱，所以咧有陣時基本嘅工程裏邊可能出現總劃多或少少輕微意外，我理解嘅。有陣時承建商都控制唔到每一個工人啊，所以呢個位係要小心。但係我覺得呢啲係施工程序操作過程裏邊一啲嘅技術，所謂技術犯規咧，我覺得可以只要唔好累積太多，咁即係佢呢輪嘅監管能力不足咁解啦。但係我覺得呢個可以稍為有彈性處理，但係與此其次以外，所有以往嗰啲行為嘅操守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就係睇翻佢以前嘅業績咧，有冇出現過佢做嘅案例咧？有好多係貨不對版之餘，就係我哋叫低進高走，即係第時嗰個最後嘅結果咧，係原來係超越大家嘅金錢負擔或者金錢嘅期望咧。呢種行為先係
而家我哋最關注嘅事。但點樣睇到咧？從部門咧記錄都好難睇到呢樣嘢嘅，係咪咧？就係難咯。所以只係我可以講呢個新嘅預審名單，就算有好強嘅背景審查都好啦。都係佢靠聲明，但係同埋都係佢追蹤。總有啲可能係我哋嘅真係隱藏得好好嗰啲咧，未必真係睇得到出嚟。同埋頭先我講呢幾個嘅要點咧，唔容易睇得出嚟，需要累積一啲我哋對項目嘅跟蹤嘅數據，有一段時間之後，我哋真係要跟蹤每一個曾經做過啲項目，Okay. 有冇咁嘅結果？呢個最重要啦。呢個可以邊個做咧？因為頭先你講嗰啲係咪可能涉及一啲好主觀嘅評價，究竟係做得好唔好啊？等等，咁究竟都點樣去？其實點樣去評咧？咁究竟或者就算追蹤都好，追蹤咩？業主嘅意見，定係市建局嘅評分，定係點咧？其實好簡單嘅。工程質量咧，其實我諗好客觀嘅。好客觀，其實政府部門又好，有啲專業人士、獨立嘅專業人士，其實你如果即係真係獨立嘅專業人士去睇，大家都會評到佢係咪達標唔達標，同埋係咪真係完全係參差得好緊要。但屋宇署甚至乎有關執法部門去抽樣都可以睇到一啲嘅結果。我覺得呢個係專業上我哋可以處理到，只不過就係話會唔會由平入就高走，而中間剝除咗呢個好大量嘅利益咧？呢個位置其實就睇最後俾錢，同埋落標嗰陣嘅價格，呢個都係可以用數據裏邊凸顯到出嚟嘅。至於邊個部門或者邊個機構去做，其實呢個正正我哋要討論嘅事，因為呢個件事我哋要一個好長遠處理。當然市建局喺呢個階段，我相信只要有足夠能力、人手、資源，都揾相關嘅專業人士，應該都可以做到部分工作。但係呢個總係個定位問題咯。我哋覺得最重要就係要做咩工作先，誰人去做？我哋覺得任何一頂帽揾到相關嘅有能力嘅人士擺喺個崗位，應該有呢個方法，我哋就可以做到㗎啦。暫時你覺得市建局嘅定位日後其實清唔清晰，或者會唔會都太多工作責任落咗喺佢身上？頭先你講到資源人手方面，你做啲乜嘢嘅關注咧？其實我係擔心市建局當然喺呢個階段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但係我擔心係長遠佢哋嘅定位唔係淨係做呢一個所謂反圍標工作。法律授權亦都係要足夠啦。咁所以我係擔心呢個位置。政府嘅參與俾資源係重要嘅，同埋一個新嘅機制。我哋係唔係有一個所謂佢哋市建局更加係介入嘅機制、介入嘅角色去到幾深？呢個當大家討論好確定咗之後，知道呢個市建局做係咪最適合，定係話好似我哋要一路嘅一個獨立嘅維修局去往後就係整合處理係更適合咧？咁呢個我覺得留待社會同埋政府去大家一齊討論。何鉅業，因為8點半鐘就快到啦，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多陣啦，好嘛？何鉅業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轉頭翻嚟再傾。8點38分啊，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頭先講到關於加強版招標妥，政府都係預今年第4季啦，就會係推出㗎，繼續係以呢個為目標嘅。咁啊，當中其中一樣同現行嘅制度有所唔同咧，就係話有一個叫預審名單啦，就係話會由警方啊、廉署啊、勞工處等等政府部門咧，係會主動提供一啲嘅記錄，好似定罪啊、檢控記錄啊、警告信等等呢啲資料。咁而唔再咧係單靠啦承建商自己咧係自行申報嘅咁。繼續同何鉅業傾下，何鉅業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早晨。早晨。過往你都提過咧，就係話可能。即係行內啦，都有一啲比較正規嘅顧問公司，咁就因為嗰個即係一啲圍標集團嘅一啲脅迫啊，或者一啲不法手段啊，咁佢哋可能會退出市場嘅咁。咁你都好關注到就係日後成個市場嘅發展係點啦？係咪可以即係吸引翻或者鼓勵翻一啲即係優質啊嘅公司係入翻嚟呢個大維修市場啦？咁你覺得喺加強版招標妥而家個制度設計上面做唔做到呢樣嘢咧？我諗如果我理解到咧，似乎將來分兩個階段嘅樓宇檢驗啦，就先檢驗就再另外咧就係獨立應該就咁講獨立似乎市建局嘅主導有一個顧問公司做咗呢個檢驗先，
跟住咧跟住再下一階段做維修咧，就另外揾一個顧問公司再去做咁樣。咁甚至乎我聽到嘅信息就係做檢驗呢個顧問公司咧，市建局將會直接啲，可能係指定咁樣，從一個名單入面指定一個。嗱，如果咁嘅做法咧，因為咧個直接對口係市建局咁滯啦，差唔多啊。咁咧我相信大家做翻大家專業工作咧，就應該係樂意嘅。都係因為喺個過程裏邊完全應該冇得干擾我住啦嚇，除非有人已經報定局啦。咁但係我因為我都係做驗樓啫，咁我咪提交報告咯，盡做咯，根據合理嘅要求標準，我盡做好專業責任。我諗喺呢個咁嘅處理方法咧，會多翻啲顧問公司去做嘅。但係後階段咧，就呢個我哋就要觀察，因為點解？後期做一個真係一個工程招標，仲有好多細節要做嘅設計同埋草擬呢啲技術條件啊、技術要求。因為招標過程裏邊評標同埋最後係監管個承建商，呢個先至係個核心環節。如果喺呢個過程裏邊仲有由業主同埋管理公司同埋承建商嘅影響喺度啊，嗱，可能個顧問公司係本身係好獨立，但係唔知誤打誤撞走去投個標，由表面可以係贏到條標，咁跟住咧喺個過程裏邊會唔會受到一啲好大嘅壓力咧？嗱，大家仲係喺度觀察緊啊，唔知而家個機制係咪真係可以保護到呢班即係正規嘅顧問公司專業人士咧？大家係觀察緊，唔知唔肯定，所以佢呢個位我只可以我個人嚟講，亦都有朋友亦都係有交流之下。都覺得呢個位置大家要觀察，重點係我哋第時嘅工作唔希望係有一個受脅迫、受好不良影響之下嘅工作環境。我哋未觀察到、掌握到呢個問題。但第一階段直接嘅，我哋對口去市建局提交報告就完咧。我哋相信係相對獨立簡單，我哋都同意，甚至乎市建局或者政府都話，相關部門屋宇署都會喺呢個評估，即係我哋嘅驗樓報告裏邊會更加細緻去睇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個位咧把關嚴啦。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咁求其去做到功夫啦咁樣。咁我哋覺得似乎呢個嘅環境就相對係規範啲。另外何傑，我見測量師學會咧之前都有建議話由專業學會發布個叫工程造價參考價，就等係即係俾啲小業主去即係參考咁咯。咁但係競委會都有向即係獨立委員會都有講到，其實話行業協會發布嘅收費標準咧係會違反呢個競爭條例嘅。咁如果要實行嘅話，就應該由市建局咧等呢一啲嘅法定機構咧去定。點睇呢個講法咧？或者你自己嘅關注係咩理由？呢個正正係我哋多年裏邊嘅我哋嘅即係困境啊！我哋明白喺電獎法之下，我哋去發布為例，咁所以我哋就已經多年前停止發布啦。重點就係由市建局或者第時法定機構去做。我哋最緊要有呢個數據公開俾所有市場所有人士去參考，呢個最重要。邊個發布對我哋講，我覺得我哋都冇乜堅持嘅。重點就係其實。就算由市建局去做都好，佢都要有相關專業人士去做，同埋一啲行業裏邊嘅參與者去做。我相信避唔開都由我哋專業團體去大力協助去做。即係你意思市建局去做嘅話，都係由專業團體俾翻呢啲數據佢哋嘅。我諗我哋唔提供參與，我諗出唔到一個係反映到專業行業裏邊出現嘅數據咯。同埋我成日要解釋下咧，呢個數據呢個價錢唔係話將所有10個、20個、100個項目裏邊嗰個所謂嘅標價同一個項目嘅標價嘅平均價就係一個市場價啊嘛，唔係咁嘅意思。呢個絕對唔係，我哋係中間仲要每一樣嘢都可能佢個用料描述或者一個範圍數量不一樣，影響個價格噶嘛，價格個單價嘅，同埋睇埋最後個質素。所以我哋真係要從一個我哋用啲專業方法去評估，嚟定一啲合理嘅幾個模式去進行工作，用呢個模式嘅施工方法同埋呢個材料，就應該喺呢個嘅計人工，從人工開始推論材料，推論合理利潤同埋其他成本，一個咁嘅所謂嘅成本價格標準參考。呢個係我哋有採納市場上有啲數據，但係唔係純粹將市場啲數據平均化，明白，並非如此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專業嘅評估同埋一個處理。所以我估離不開一定有專業團體、專業人士嘅
獨立中立嘅參與嘅。呢個只不過邊個發布啫，我覺得最後都係純粹一個代表人嘅問題。好，唔該晒何鉅業。何鉅業咧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啊。